有业者表出西山地替军方做军用无人机使用中国晶片和零件，反映今仔裁定这航建科技创办人张东林羁押禁见。大总统宣布普发现金一办，却引起在野批评。民进党立委认为，讲普发现金的前提，就是袂当增加债务。检方认定中的邮局总经理等15人，零知影本偏比超过标准，说暗砍事实照常出轨，要来消灭证据，甲15人和4间发行公司提起公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8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国内呢有这无人机业者用俗价标着陆军北军团训练用的无人机采购案，说表出讲涉嫌使用中国无人机晶片、飞行控制棒等等零件，透过生产的方式想要来瞒骗军方。结果军方伫咧验收的时阵，发现讲这物件有问题，无立在采购价金，而且有含上桥头地检署侦办。检方认定讲这航建科技创办人张东林。含这合作厂商瑞阳科技的罗义祥涉嫌犯着管法等罪嫌，法院在今仔日裁定张东林羁押禁见。国军接续国际今年汉光显示，本岛离岛部队用无人机侦察打击政府，照成果国军也继续咧买无人机。国军无人机业者航建科技去年用295万，俗价抢标陆军八军团的训练用无人机采购案，煞标出涉嫌向中国无人机晶片、飞行控制板等零件组装无人机，想要混过关，军方验收发现异样，无付钱，各函上检方侦办。在115年8月11日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航建科技在桃园公司大门锁起来，这国内第一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检方传唤航建科技负责人张东林、合作厂商瑞阳创新科技技术主管罗义祥，桥头地检署认定2人涉犯违反国安法、诈欺处财避税罪嫌。张东林被法院裁定羁押禁见，罗义祥是撤回。针对特殊应用的这个场域，那我们可以让无人机去试办这样的一个飞行的一个测试。张东林近年来投身国内无人机研发、推广无人机教育课程，这摆技术透过抹掉原始3D标识，佮提出假的3D证明来规避验收。那国军接收这种无人机，内部恐也出现治安抗衡，影响无人机作战。那如果说他今天使用的是中国的电池、中国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器材的话，有没有可能这些电池频谱会让中共这一边更优先的拿到？那我想这个当然对于我们的无人机作战是有很大的一个威胁，不能容许有中国制造的零组件、控制元件、晶片在我们的无人机里面，它不仅攸关我们关键的零备件的取得，以及相关军事安全的考量。学者指出，业者明知军方标函禁止使用中港澳来源的产品，所以机关安尼做不外图是为俗价降低成本，所以要靠军方进行最后验收把关。另外，认为国防部经济部要建立国家严格招标验收机制，防止不肖业者透过生产地包装红色供应链渗透国军。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搁再变出间谍咯，有一名现役姓江的中士奉查到讲，这中共要求伊着爱翕这战争时阵唔抵抗的影片，佮利用这款含掠60多件机密资料。这资料呢也包含着国军战时最高指挥、行山指挥所、战争系统运用手册等等，前前后后甲这中共呢提要60班，佮向地检署最近是侦结甲起诉。另外，退役小将庄佑剑的2004年去到香港参加统战活动。不过，这庄佑剑对国防部的裁罚不满，提起行政诉讼救济。那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昨是判决驳回，以及国防部本地的处分。前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主委替我小将庄佑剑自2004年去香港参加统战活动，佮徛起听中国国歌，和国防部用违反两法条例处罚，停止领75派1个月退休金5年，佮刑加领16万元。伊不好提起行政诉讼救济，按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特次判决驳回，维持国防部处分。这个上诉这个诉愿有用吗？他到现在他不能公布一张清晰的照片，都疑似
那你诉愿的人，你怎么诉愿呢？中协会为家己保护，暗过无正面回应，是毋是会上诉？这几年中共渗透现体的军人情形真多，今嘛检调局查出强调案，一个八组宪兵东河岭分队中士的姓港10人，2022年期间因为这部问题伫通讯软体熟悉中共政府人员了后，协支持两华统一城头战士无抵抗的效忠影片，加上吴良辉强调组织，佮利用宽限登录国军准则系统，大量下载佮翕60外件机密资料。有国军联合作战计划，爱国者会团保养手册，甚至国军战时最高指挥中处行山指挥所战前系统运用手册。今年汉光演习期间，演练万军计划无记做过紧急事件时阵，军方护送罗总统去行山指挥所，确保政府继续运作。不过，姓港10人涉入争执，毋那安尼，2005年办退伍，却因为无钱，听高龙会指示，申请回进军职，继续试探军情，前后得到60万。高雄地检署最近侦查终结，照贪腐治罪条例甲国家安全法等等罪，对伊提起公诉。显示很多这种更 detail 的这种情资啊，那也了解我们的兵力部署或者是一些武器系统的概况。手册这种东西，当然它不见得一定是会产生立即的这个危害。所有资料一定是这样，就是越少让对方知道越好。专家指出，虽然无确定泄露资料是什么等级，不过用国军立场来讲，愈少资料被中方掌握愈好，建议军方要进一步检讨相关情资涵盖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昨确定，优线公布电视法修正案和台湾儿少行动及未来考作条例无被复述，伫伊任内已经有7案唔复述了。针对着这未来考作条例，国民党的立委王宏伟强调，政策有设立去法律，才有长期保障。不过行政院也回应讲，若白字规划这儿少考作呢，这款的规划是会当互民众欠钱入去，也个企业落这赞助款，颠倒互这好业散会愈差愈济。依法通过3读通过，绝对行政院长不可以不附属、不执行。今年当中有3案在时写伫立法院3读，迄当时韩国瑜也向行政院长杜英泰发声，国会3读通过的法案唔通阁不附属。毋过在次杜英泰阁确定对有线广播电视法修正案，台湾儿少行动甲未来考作条例无被附属，引起调查攻防。卓荣泰跟赖清德他们的决定，那显然是重重的回击打脸立法院，这真的对台湾的民主宪政造成太大的伤害了。再次的凸显出行政院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行政院动不动就不附属才是真正的违宪违法。如果蓝白的委员认为在相关修法上，他们还是有他们的坚持，那这一届都还有3个会期，也欢迎蓝白委员继续提出他们认为合理的修法。立法院3读通过儿少行动考作条例，用渗透性质的台湾未来考作，加紧用考作性质的儿少行动津贴，囡仔到18岁至少有114万，开放家长会当无偿还存款，企业赞助款当年上侪5万。正义提出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片包括0到18岁行动津贴，儿少每人每个月5000，已经变成每年总预算。到18岁当领108万，也毋过行政院认为，那边版本恐惊还存在互好业产差距扩大的变数。而立法院3读的法案版本存入的款项，包括了企业赞助款，还有民众的自存，恐怕会让有资源的家庭存越多领越多，势必会扩大贫富差距。南洋立会强调，政策写伫法律，变做法定预算才有长期保障。若无法律约束，政府随时会当选择唔编预算。回顾到阳台任内无附属记录，2025年12月，头一摆针对财会法修正案无被附属，加上17个2案，高达累计7案不附属。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呢，昨宣布明年呢要普发现金1万块，那被着批评啊。去年在野推动普发现金的时阵，互执政党攻击，即马中央阁规划要来普发现金，却是无共款的标准。不过，这民进党的立委是认为讲呢，这国家财政状况无共款，普发现金的前提是袂当增加这部福利袂当减，而且国防也要兼顾。总统，我们的财政有办法让蒋万安喊加码到2万吗？总统想问一下，普发1万，你觉得在党还会再挡预算吗？面对记者的问题，总统赖清德无加做表态。总统17宣布明年会普发现金1万块，台北市长蒋万安17话讲，应该增加到2万。对普发现金，高雄市长陈其迈甲台中市长罗秀燕拢乐观其成。
普发1万，那剩下的5000多亿可能跟立法院多对话，多聆听民众的声音，还有地方的一个需求。与其所谓的这个加码，那不如实质就好好的面对地方财政分配不均匀的状况。同一个时间，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准备提案，要求台北市府按照年度支出计算了后存落来的钱，来普发给市民21000块。不过财政局讲，年度支出存的钱只是老本，有332亿，目前债务有甲353亿，并无普发现金的条件。不过，南亚立委质疑讲，去年在野合作推动普发现金，去互执政党批评，安尼根本是相同的标准。因阿绿亚立委强调讲，普发现金的前提是无机制，福利增加，强化国防。剽窃蓝军立委的一个证件，到底的绿能你不能。税收增加，政府该花的钱你建制完毕，然后呢又不用去举债的情况之下，根据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去年普发1万块，边际消费倾向 MPC 差不多0.29，也就是1万块，敢若带来2900块另外消费的效果。这显示普发现金对刺激消费或者是扩大类似效果可能有限。因为选举到了，那我就来发钱，然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主导整个就是选战跟整个话题的发展。我既然有选战的好处，也可以绑明年的预算，但是呢，恐怕赔上的就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发展，整个国家的制度了。学者建议，政府应该把相关的资源集中给有需要的人或者是产业，亲像投资 AI、算力中心、强化电网，甚至是加强有可能去互 AI 影响的产业引导港的教育训练，这会更较有效益。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疾管署的资料，目前国内流感疫情，还有新冠疫情，还有一个亚冠。顶礼拜呢，这流感重症的人数呢是真侪人，有80例，那流感死亡的个案有17例，拢是这3个月以来上介多。因为月底就特别开学咯，疾管署就烦恼讲，这流感疫情可能会变严重，所以9月底进前呢，也扩大到7个族群，那种有出现类流感的症状，就当领公费流感的抗病毒药物来使用。真侪人伫诊所等要互医生看。疾管署表示，目前国内流感甲新冠肺炎的疫情还当咧流行。根据疾管署的资料，顶礼拜因为流行性感冒去互医生看的人次有95000多，其中流感的重症有80例，死亡的个案有17例，都是这3个月来上济。流感重症的部分，上一周是有新增80例的流感重症病例，有新增17例的流感重症死亡的个案。那这些新增的个案当中，主要的感染型别也是以 A 型的 H1N1 为多，而且多数都是具有慢性病史的患者。疾管署表示，因为月底就要开学啊，学生斗阵上课，有的人的几率就会增加，烦恼流感疫情变严重。疾管署9月底进前也会扩大包括医事单位的防疫人员。安养院甲长照机构的员工，幼稚园到5专的学生，总共7大族群。若是有类流感的症状，就会当领公费流感抗病毒的药物来使用。8月24号到9月30号开放扩大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大概有这7类。因为现在已经算是疫苗打完了嘛，在紧接着新疫苗是10月1号，在这段期间之内，我们就用不同的工具来对抗这个流感的疫情。疾管署表示，目前新冠疫情也有新冠的趋势。顶礼拜因为新冠肺炎去互医生看，大约是26000多人次，所以也提醒也未注新冠疫苗的高风险族群，9月初到进前会当赶紧去注新冠的预防针。记者顾佑基、王志光台北报道。台湾的空服人员上班的时阵，拢夹一个名牌。不过，这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有收到会员投诉，真正的名声呢，伫咧工会场放公开，就一寡旅客呢，会用因的名去网络顶头吹，甚至甲因烧了军装。工会就发起工作名牌和个人运输安全人数的问卷调查，短短一天内就上千人团队回来，一半以上拢有放烧了的经验。今年初，台湾法航首先宣布，因为社群媒体发达，北医线当前会当以个人意愿选择申请新办工作证也是名牌。依拄中文的时，高呼以英文别名，避免全名过度放知影。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指出，过去确实定受到会员欢迎，因为工作名牌公布真实姓名造成真侪困扰。
有客人甚至会以说，如果你不回讯息啊，或是不接受我的好友邀请，我就去客诉你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那所以他们就会很害怕，有非常高比例的基层员工因为这个制度的关系，一直被客人骚扰，然后求助无门。工会发起工作名牌甲个人军事安全联署，参问卷调查24点钟都有超过1000人联署，支持名牌避免公布完整姓名。有超过一半拢表示，捌因为公布姓名有封锁刑事性追踪蛇料的经验。空服员于执行过程当中可能遭受第三方不法侵害，目前此案法已经明定，雇主应该要就不法侵害预防采取相关的措施。综合观察。各行空服员名牌，除了好行会当自由选择去到中文姓，包括航行中型商务的组员，名牌拢会有中文的全名，佮加上英文名。专家分析，公布姓名关系是为了方便旅客识别，后就会当反映对服务人员表扬还是客诉。国外的空服组员制服外佩戴的名牌只有显示英文的名字，但是航空公司可以依据当天的航班班表、客舱组员的排班表跟地勤人员的班表，就可以了解到当天的值班人员，以作为后续的服务管理。华航表示会看这部需求，继续评估名牌公布方式。中央会员徛伫一线同仁甲旅客互动的工作特性，高速发前提，会维持即马一线同仁执勤挂名牌做法。商务航空表示，日常执勤名牌以中文全名甲英文名作为识别，方便旅客辨识甲沟通。毋过伫公关活动甲入名时，徛伫运输甲安全考量会事先查注名牌资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天伫网络顶头炒较热噗噗，就是这个影片，就这山顶堡呢，有一个39岁查甫人3更半暝，举这钢腿啊呢去含这巷仔内面的龙洞鸟，害一只鸟啊是重伤。警方呢昨暗通知嫌犯到案，伊承认犯罪，而且呢这动机呢是讲甲无清无楚。动保处是认定讲这个查甫人违反动保法，专案以刑事方向由警方依请地检署侦办。伫个巷仔安尼行过来行过去，查甫人雄雄甲骹步停落来，按地仔内底甲家私撒出来，对机车边啊大力甲降落。猫仔惊甲赶紧走，听甲哀哀叫，半暝出现这款声嘛，引起当地住户的注意。我以为是猫跟猫之间在吵架，因为很常见。然后想说看一下到底是哪只猫在吵架，看一下监视器，才发现这件事情很吓人。怎么没有这么恶劣？因为它是。身上就是带着那个凶器。伤害动物的案件就发生伫新北市的三点埔，登去甲3号路4段现场，不时会当看到一寡猫仔，其中一只号做柑仔的流浪猫仔，煞伫16暗时10点外去互人攻击。这支新鲜的钢腿啊，就是犯案的家私。警察伫咧过当工，就掌握到嫌犯的身份，通知39岁姓谢的查甫人到案。虽然伊承认有动手，啊，毋过对着动机，伊是交代袂清楚，讲伊是惊到遐看到猫啊，雄雄出现要甲攻击的想法。动保处并在17日晚间21时救援案猫，伤势严重，后续将持续接受治疗及观察。行为人蓄意攻击猫致重伤，将由警方移送地检署侦办。去用攻击的流浪猫啊，已经去动保处找到，送病院检查，发现正面的面侧伤，也佫有后骹的指甲断去，嘛有气胸，会佫继续观察治疗。因为猫啊伤甲真严重，新北动保处认定查甫人违反动保法，这已经牵涉刑事的责任，会交予警察，再佫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2024年，这芳香菇啊，头一届出现伫台湾。这款外来种的糖呢，会甲这花粉蜜污染，甚至会去食芳茄，也真歹对付，偷都偷袂死。最后，这农业部农改场经发出声鸭仔内面放平西，或者防治率会当提悬3倍。芳香内底一只一只乌乌的，都是芳香菇啊。伊会食花粉甲蜜，致使蜜变质，甚至会食芳虾。芳若无法度对抗，到尾啊，芳树会规个变甲黏腻黏，致使规树的芳有可能抓袂掉，或者是拢飞走。咱国内头一届发现芳树菇啊入侵，是伫2024年。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好的一个防治方式，所以第一时间针对首次入侵的这些害虫，我们一定是一律就是销毁。这种芳树菇啊，侵开始为家己桃园开始传，了后扩大到新竹、苗栗、南投甲彰化等等的县市。
所以紧急为外国进口油鸭肉来防治。不过，苏当时芳寿菇的死亡率敢若3成。后来苗栗农改场家己研发做关键的毒剂，用芳寿菇爱食的物件，甲因需要的营养，做出来毒剂总算提悬头糖的比率到97%。我们一定要确定说，它在这个时期，它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然后我们利用这样子的就是生理机能，然后去配置他喜欢的配方。要做互芳寿菇食的毒剂，就要了解伊的特性，加入伊上爱食的花粉甲蜜，两白质嘛考虑在内。上重要要甲头的冰洗比例下3%，下了伤济伊嘛唔食。这个配方互芳寿菇的死亡率提升3倍，目前已经技术转移嘛量产。如果研发这个当然是最好啊，目前来讲也算困扰了，以前没有啊，这几年才有。为非洲来的芳寿菇20多年前头一届伫美国发现，续落来加拿大甲澳洲等等饲芳的产地嘛受害。2014年亚洲头一个受害国家是菲律宾，因为咱国内是这3年来受到真大的影响。这一届研发嘛是咱国内面对外来入侵的冲突，头一届快速研发出有效的防治方法。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爬山唔是行走脚，无共款的地形，无共款的山径，拢有无共款的危险。伫咧家己呢，就有一个囡仔10岁，查甫囡仔对伊的爸爸做伙去爬玉山，却因为山区落雨，囡仔半路出现类似高山症的镜头。这个警消人员呢是赶紧去到玉山，甲囡仔挨落来，用挨的方式落山，甲伊送到病院。警消人员用轮流挨人的方式，将出现高山症镜头的10岁囡仔挨落山来送病院。这名10岁查某囡仔，16甲父母爬玉山的时阵，半路因为落雨气温降低，囡仔出现头晕、身躯无力亲像高山症的状况。警消人员接到报案了后，随往当时山区落雨，也是连绵赶往山顶来救人。一名10岁女童头痛、肢体无力、意识清楚，由本局搜救人员将该女童背负到登山口后，由救护车送往圣马尔定医院就医。警方表示，16下晡要3点的时阵，接到山系救援通报了后，连绵组一支救援队赶往玉山。经过2点半钟的时间，伫步道3.7公里的所在，才找到因一家伙仔。考虑到囡仔的状况，佮有迄当阵山路因为落雨会骨，救援人员决定用轮流挨人的方式，将人送落山。在登山步道3.7公里处与女童及家属接触，搜救队伍以人力轮流背负方式，将女童安全送至玉山步道登山口。地界分局呼吁民众带囡仔来爬山，除了评估路线对因来讲敢有好行以外，嘛要考虑到天气的转变对囡仔体力的负担。若是过程当中有身体无爽快的状况，拢要赶紧落山，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人药品验出到这苯偏比超过标准，台中检方今仔日侦查终结。检方认定讲这中人油脂生意的总经理、圣诞的厂长等15人，并知影讲这油的苯偏比超标。官方也讲出事实，也讲出这问题说是想要来暗砍，照常出货，佮想要来消灭证据。专案依照违反涉案法，甲15人含4间法人公司提起公诉。下晡也甲涉案的被告移审台中地方法院接开这个接押庭。请到台中地院将涉案被告移审到法院。台中地检署侦办中年油脂问题有限专案，伫10月侦查终结，依照违反涉案法，将15个被告甲中年福寿服务泰山等4间法人公司起诉。当日下晡，中年县议总经理等被告移审地院，其中县议总经理已经裁定结案禁见。中年公司相关主管明知自巴西进口之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制成中产生苯偏皮之风险，竟心存歹念，罔顾食安，能放宽进料管制标准。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相关主管知悉使用问题油品后，亦未及时停止贩卖、下架回收及通报。检方对中年公司等6个高层向法院求处涉案法相当刑度7年，并科8000万罚金。
早期部分用处相当的7年或者是5年有期徒刑，高并科罚金100万或者是50万。相关犯罪不法所得总共差到8亿8700多万。检方也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甲对等。检方认定相关被告毋但暗砍无报，一直到6月才紧急开会想要写证，甚至有被鉴定代志。对起诉内容，主管机关受处表达尊重，强调继续用化专台是按把关。调查都已经完成了，都完全都已经确定它的整体的原因嘛。我们其实在科学上面看到的本皮原皮原因是什么，我们大概已经知道。接下来就是让国内确保各个自由的部分产业都能够符合规定。相关涉案的公司拢无回应。台中市政府表示，代志发生第一时间已经要求停工、停止出货，和全面落记。同时，针对无照规定通报的违规业者，已经罚总共2100万。也强调严格审查中联未来复工的申请，佮继续推动食安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德国的资深记者兼作家周敬行进前接受访问时阵，又讲到，去年写中国对台间谍活动报告期间，捌和朋友去到阿里山度假，说互中国的查某间谍军装，而且这调查局审查介入了后的第2天呢，这个间谍就已经出境了。调查局也证实讲，去年接到通报了后，就随来调查，会讲这周敬行所讲的内容拢是真正的。讲到去互中国渗透，德国资深的记者兼作家周敬行感受真深。伊来台湾做东吴大学人权研究所访问学者，当日接受采访的时阵讲，捌互中国的间谍跟踪，地点就伫咧嘉义阿里山。度假的时阵，拄到少年的查某囡仔来甲伊讲话，真明显有中国的口音。I can smell these guys from my time in China. This young woman really followed us very professionally, hiding behind a car, hiding behind a street corner, and then sitting in the lobby of our hotel. And I made sure she didn't live in our hotel. 讲到去年这个经验，周敬行讲，苏当时伊当咧写中国对台湾间谍活动的报告，互伊亲身去拄到这个情形，是互伊惊一跳。甚至伊去甲调查局反映了后，执法单位才当介入审查2天，对方就随离开台湾。德国学者周敬恒受访所谈均为属实，本局高度重视本案，获报后即展开相关调查。调查局证实，去年接到通报了后，就随展开调查。不过，这件哪像涉及间谍的风波，嫌疑人早就已经离开台湾。专家讲，若是人去到第三国，实务上要遣返是真无简单。若是转去到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加低。加上情报人员清在拢是来一个就随走，要在短时间内收集证据侦办，是不了困难。针对中共党政军背景啊，或者特定敏感科技的企业高层进行列管啊，但是这个名单它有它的局限性，在没有任何讯息跟情报的情况之下，不可能对每一位入境的旅客啊加以严格的检查。专家分析，专工下海来到台湾跟踪，情形是真特殊，除非这个目标有真大的情报价值。不过，因为咱台湾边境开放，会当以商务甲观光等等的名义来入境，建议会当强化反情报的作为，积极收集高风险的名单，提升各单位即时通报。也若全民嘛爱加强防间谍的意识，伫日常生活当中嘛爱有国安的意识。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继续审查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其中高等法院法官侯庭昌真侪命案的，伊拢是该判无期徒刑的。今日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阵，强调家己毋是废死的枪击者。若讲到这监察院存在也是废除的议题呢，这监委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伊是支持废院无废权。监察院函授无监察委员的空棚第7届监察委员竞选议员伫立法院的审查定数，其中被提名人之一高等法院法官侯庭昌，过去身为台南汤姆熊查甫囡仔挂后，台南地县外口赛车教师太太甲律师，亲着业主被死放火案等社会瞩目命案，拢该判凶手无期徒刑。有外界大会司法官标签，由于关心伊要如何申请监委保护角色。我不是废死的倡议者。当你成为监察委员的时候，你会贯彻保护弱势，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吗？跟委员报告贯彻保护
弱势被害人是我一贯的理念哈。另外一个监会被提名人检察官出身的林立雄，去年和罗总统提名大法官遭到拿被封杀，这摆个和罗总统提名监会引起关注，在下提出重点问题有争议，组织诈骗案欠审理嫌罪，要求予回应。龚明鑫部长给我的回答是，台长没有收下这一批原油，而且原料不在通报的范围之内。他有检验，接着下来有没有所谓相关的通报义务呢？那确实他现在目前各说各话。那我觉得这既然有争议呢，确实监察委员可以发动调查。立委观察监会被提名人对监议准会的看法，后庭向林立雄认为，在受限完成会读监议进程，监议依然是宪法机关，爱护人事无上轨道。外交官出现李光章表态支持会议无汇款，对监议被批评成效无好，认为监议爱惜发言人制度，及早回应社会观察。我支持废院不废权。你支持废院不废权？是。好。你支持废院不废权的话，那你不就是在打脸过去民进党的主张吗？我不知道有没有打脸他们，但是这是我的想法。在下大幅度参检监议复选，林立雄表示，免护者宪法的职权有空旁，当局复选会互监察院功能更较落切，希望改进监议职权刑事规范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行政屯步道前市长无药通医神经退化疾病，因为基因异常，在身躯呢脚和手不时会出现掉一情形，也有认知障碍。国立中兴大学的研究团队找到这病情恶化的关键，成果也发表在国际期刊。正常的鸟鼠伫个脸仔顶展现正常的运动协调能力，不过若换做基因转移发病的鸟鼠，若无法度顺利完成动作，机体嘛会出现错咧、加强的状况。这种运动功能失调的现象，就是罕见的遗传病亨廷顿跳舞症患者真实的状况。目前是跟我们有一个基因叫 HTT 基因有关，基因突变导致这个 CAG 的重复序列变太多次。大于36次以上的话，就是会临床上会发病，会出现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症状。医生表示，亨廷顿跳舞症属于自体显性的遗传，在亚洲每10万人，敢若有大约0.1到0.38的人发病。目前临床并无药物会当阻止大脑退化，敢若会当透过食药来控制病情。中兴大学研究团队经过多年来研究，找到发炎因子 IL17A， 透过特定的信息路径，和原本应该互人分解的突变蛋白质会一直累积，最后变成神经受损。它跟基因的缺陷有关系，这个致病的基因就叫做亨廷顿。当这个异常堆积的蛋白质不断的扩增到其他的地方去，到比如说纹状体旁边这外面的大脑皮质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大脑皮质的功能也会受损。那大脑皮质其实是管这个高等功能的。研究团队在实验中，将中和的抗体注入发病的鸟鼠大脑里，成功阻断发炎的信号，然后细胞自我清除的功能恢复，鸟鼠的运动协调性嘛大改善。活的时间嘛明显延长，这项研究嘛头摆将神经发炎甲细胞自我倒去的机制整合起来，正式发表在国际权威的期刊。过去的研究会比较觉得说发炎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结果，对，然后但是我们今天反而是发现说这个发炎因子病理现象恶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研究团队嘛强调，目前成果还搁伫个细胞甲动物实验的阶段，不过嘛为药物开发提供一个新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国内胃癌治疗研究受到国际重视，台大病院研究团队除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小组制定全球基因以外，也确定到这幽门螺旋杆菌体检治疗是预防胃癌上佳好的方式。也发现讲验尸的时阵呢，会当顺续做大肠癌也个胃癌的体检。台大病院长期关注胃癌的防治甲预防医学。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工作小组的邀请，参与制定全球的指引，确认幽门螺旋杆菌的体检甲治疗是预防胃癌上好的方法。
嘛互人肯定伫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团队搁伫个美国医学会期刊顶面发表上新的发现，伫个大便占配检查的同时，增加幽门螺旋杆菌大便抗原的检查，毋但会当同时防治大肠癌加胃癌，搁会当节省成本。所以基本上我们预期这样的一个会大幅的降低我们癌症的死亡率，以达到一个我们国家希望能降低2030降低台湾全体的死亡率的1/3，这个是一个很宏观的一个目标啦。我们投资1块钱的5倍经济的效益在胃癌，我们还要再继续估算社会成本的估计。这个系列的研究实证，嘛，互卫福部国民健康署对今年起正式将胃癌纳入公费癌症的体检。原本我们目标是第一年是做60万，目前已经这个到7月30号已经超过我们的这个60万。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没有做过的民众部分，45到74岁还是可以来接受这个筛检，我们会持续来给付费用。另外嘛，有不少民众烦恼长期食药治疗幽门杆菌的过程，是不是会出现也是引起抗药性的问题？医疗团队嘛表示，对近年来临床案例来看，发生的几率无大，民众会当放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新兴分局的警察昨伫咧执行勤务的时阵，向一个查甫人就甲这警察车的车门拍开坐入来。警察随车一落车，这个查甫人讲呢，家己是食酒醉啉唔到车，警察就放伊走。想袂到过无偌久呢，网络顶头就出现一群人伫遐翕影片，而且呢，一群人是哪翕哪笑的情形，介像是挑工伫遐创治警察。即摆分局也要追究相关责任，按照社会法来甲因上班。远景落车拍开后座车门，甲穿白衫的查甫人请落车。查甫人毋知对远景讲啥，手搁要打起嚟，去互远景背去边啊。翕影片的人哪急哪笑，甲这段影片放去网络。当事派出所讲，远景17伫高雄大东路执行守望勤务。这个查甫人车门开咧，就坐入来。远景请伊落车，伊讲家己食酒醉入唔到车。远景甲警告了后，就放伊走。想要到这自头到尾拢是伫咧创敌人。你是你家的，我没话说，但是这是警察局的，那你就是造成了警察先生的人员的困扰啦。啊，你还拍照，还开玩笑，还笑得很大声。我觉得这种开玩笑不能开玩笑。甲执行勤务的警察车当作佚佗面，做嘅的过程，佮翕影片放伫网络当作笑亏，毋但一般民众无法度接受。现在警方也要追究责任。分局表示，远景伫咧执行守望勤务的时阵，车门拢会锁起来，因为迄当阵拄落车去处理交通违规线，上车也袂负锁门，就当着人乌白开门。警方表示，已经调监视器咧追查当中，无论是开车门的，还是翕影片的，拢会按照社会法来上班，相关会当罚12000块。不要有个嬉戏，一个好玩的行为。如果说有擅自进入警车，然后有碰触到我们警用装备，这个可能有涉嫌妨碍公务的行为。那像这个案例，我们本分局一定会严正追究。针对治安热点安排守望勤务，若是发生状况，远景对随通报支援。警方表示，以早特勤捌当过真正食酒醉，甲警察车当作计程车的代志，毋过无想到会有人用安尼来阻截。呼吁民众代志爱要分轻重，千万毋通乌白讲算笑。记者柯家朱超阳高雄场报道。屏东有一名警察伫上班的时阵，车拢放伫咧厝里，却收到 E-Tech 扣800块的通知。一查才发现讲有人用假车牌，害伊妨收这过路费。于是报案也去到监理站换新的车牌。屏东县警察局统计，去年厝底偷改车牌，也是偷挂别人车牌有230件。啊，那这位警察呢，也把这相关的过程翕做影片，搭伫网络顶头，教民众当着爱安怎处理。明明我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却莫名出现 E-Tech 自动储值800元。民众7月中时发现，明明人咧上班 ，E-Tech 却出现扣钱的通知，一查才发现车牌互人偷用去，惊对方佫继续上路，就赶紧去报案。后来嘛到监理站重新办理换车牌的手续，因为伊本身嘛是一位警察，就热心甲规个过程翕落来做底片，搭伫网络顶，教民众若碰到这款情形，应该安怎处理？多了蛮多笔的。对，那也一一的向各县市政府的停车管理处做一个申诉，那也都有退费。通常这种车辆都是 A、B 车或权利车，那通常的话，他们都会找
同款同型的车。一般民众互偷用车牌歹发现，拢爱有违规，也是互人扣过路费才会知。细黄的警察提醒，一定爱赶紧换新牌，避免偷用的人违法造成刑事责任。监理站嘛表示，民众若是拄到车牌互人偷用，对2024年12月开始有2年免费申请新车牌补助。交通部针对于遭车牌冒用的一个受害者，自113年12月4号起，有2年免费的一个换牌机制，可以至警察单位报案，到各区的监理机关去免费换牌。刚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裁核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免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屏东县警察局交通大队表示，统计去年屏东处地偷改车牌以及偷挂别人车牌相关的违规案件有230件，今年到7月已经处地112件。警方嘛表示，有报案才有法度和监理机关公布资料，抓到偷用的人。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彰化县福兴乡公所顶礼拜六举办这清净海沙坡活动，若有这民众参加登记处了后，胃肠开始无爽快，走北是吐骨流。公所表示讲，当天活动是有提供这蚵仔面，怀疑讲是天气伤过热，物件拢歹去咯。那卫生局也针对这食的物件要进一步来厘清讲，到底是什么原因，也会造成大家吐骨流的。民众一人挂一个袋仔，徛伫海沙坡捡垃圾。彰化县福兴乡公所顶礼拜六举办净滩活动，大约有400-500位民众参加，但是煞有真侪民众反映，活动参加煞出现走白、吐等等的镜头，哪像是食歹腹肚。我们办净滩哦，然后我们为了要推广夫妻乡在地的那个蚵仔，所以我们有做看那个蚵仔面啊。其中我们总共有3个社区准备蚵仔面，那可能是因为海鲜天气太过炎热，可能就要遭遇这样的。公所表示，因为活动有提供蚵仔面，怀疑可能是天气热变热气，有通报卫生局，初步一调结果，确认有56个人出现胃肠无爽快。卫生局也伫拜一去稽查，针对有出现镜头加煮食的人，食材、煮食的环境进行采检。目前的话，针对制作场所还有卫生一点完成稽查，相关的工作其实是持续在进行中。到现在为止，经过疫调，确定就是有56个人有肠胃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相关的这个结果还是要等他检验结果出炉才能进行原因的判定。福兴乡公所表示，活动拢有相关的保险，但走白的原因确认了后，会进一步厘清理赔责任。嘛，对参加活动的民众感觉真失礼，公所会检讨活动的就是安排甲流程，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立功剧团推出的舞台剧《人间条件3》台北上午0时，头一届演出是伫咧20年前，到今已经巡演63场咯，75000个观众入去剧场看戏。经过11年啊，这出戏要重新搬上舞台。导演兼编剧吴念真表示，这出戏的背景是物资正欠缺的50年代。虽然生活正艰苦，不过人和人之间有关有单纯的情感，甲对未来的希望。虽然今年的票已经卖了咯，不过明年1月会搁再加演。看你的戏，我很快乐。我唔知影恁两个有啥人敢甲我结婚。面店头家的外甥女阿莲温柔怪客，对外地来台北学西雅3个少年家拢对伊有意爱。在阿莲逢走读以后，有关是互相帮助。高念真编导的《人间条件3》台北上午0时，经过11年，当要搁重演。今年有少年演员加入，阿莲甲由林武顺演出。伊讲《人间条件》是伊的戏剧启蒙，甲剧中前辈合作，就那像在看一本搁一本的教科书。我20年前有看过《人间条件3》。迄当阵我高中刚拄毕业，这届会当接下这个角色，是有压力，但是同时也非常期待自己可以在为这个剧，然后为这个角色多贡献一点什么。编导高念真表示，《人间条件3》是对伊的生命经验改编做剧本的，背景是物资真欠缺的50年代，是伊怀念的青春岁月。虽然生活真辛苦，不过人甲人之间有关有单纯的感情，甲对未来愿望。一款美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会怀念以前那种一群人在最辛苦的岁月里面，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在谈自己希望的未来。
谈自己对爱情的向往，我觉得那样的单纯真是美好。高良今嘛表示，有在讨论反射未来人间条件系列有可能会当规划做影集。不过伊讲家己嘛已经有会啊，可能会是由别个导演来翕。人间条件3自10月至12月，分别会伫咧台北、高雄甲台中演出，目前票已经卖了啊，明年1月会加演。记者卢尚书、郑准由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消息，讲到这哥伦比亚西部大地震7.4级大地震，造成要到300人死亡，4200人受伤，经济损失评估呢有到美金的96亿，在后要到2万间的公司受到损害，1万5000个到2万个工作机会等咧流失。啊，那主办部长这个时阵说，防翕到讲伊人伫咧加勒比海度假，引起批评。啊，那歌手夏基拉也去到灾区，答应讲会起10间学校协助灾后的重建。哥伦比亚西部车站发生规模7.4的地震，造成约300个人死亡，4200个人受伤，145个人失踪，差不多27000栋厝受到损伤。哥伦比亚总统艾苏普雷亚17表示，初步估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差不多30条的披索，大约是95亿8千万的美金。这场半世纪以来上大的地震发生的这一天，艾苏普雷亚上任这3天，嘛才做这个正大的新人，面临头一场重大危机。Mi agradecimiento profundo a los 21 países que han ofrecido cooperación. Han llegado aviones con asistencia humanitaria e insumos médicos. 地震嘛持续冲击当地经济。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离地震中心差不多55公里的贝瑞拉市，大约有35派的企业受到牵连，约2万间公司损失真严重，恐惊会流失15000个至2万的工作机会。面对灾后严重的经济冲击，哥伦比亚政府按算推出重建甲企业援助的措施，协助店头恢复营运，嘛提供补贴，或者是失去家园的家庭。Se perdieron pues en mercancía porque también quedó techo destapado y entonces muchas cosas sufrieron daños y también lo que son vitrinas, lo que es estantes, muchas cosas se dañó debido que se le cayeron pues muchos ladrillos también, mucha infraestructura de acá. 不过，灾后的救援嘛出现政治风波，网络顶流传一个画面，那像是新任的主办部长贝尼川，休困日带厝内人去加勒比海的城市圣马塔海沙堡度假去互翕到，像是真侪地震的生还者，到大约有路无厝，敢来当困伫咧路边或者是临时大埔旁。因为贝尼川这个举动引起在野左派阵营强烈的批评，讲要对伊提出无信任案。就连总统视察灾区的时阵，伫咧装甲车顶悬分有印伊竞选口号的卡球，嘛受到质疑，互批评有利用灾情做政治宣传的嫌疑。就伫咧灾区人道需求持续加悬的时阵，哥伦比亚流行歌手 Shakira 17伫咧美国好野人巴菲特的陪同之下，去地震中心的地点交考醒。实际去甲受地震损伤的学校，伊答应要重建其中的10间，嘛讲已经有装着头一条100万美金的捐款。为企业复苏、住所的安置到校园的重建，哥伦比亚灾区所来爱面对的，毋但是目睭前紧急的救援，还有真辛苦的重建之路。公视新闻新乐培编译。罗西亚战争呢，这罗俄战争也未收煞。罗西亚在野党阿波罗党的副主席施洛斯伯格，因为今年1月伫咧社群直播节目顶头批评讲，这战争是罗西亚的灾难，呼吁讲着爱随来停战，说互法院用损害军方名誉做理由来解判刑11年1个月。另外呢，这罗西亚最高法院也以接受外国资金和侵犯版权做理由，以此禁止阿波罗党政党参选资格判决。法官再度宣布结束庭审，旁听设施出现抗议的声音。受到罗俄战争影响，罗西亚在野党亚波鲁党的副主席斯洛斯伯格，今年1月接受一个社群媒体 YouTube 直播访问，在节目伊批评罗军的军事行动，呼吁罗俄随停战和平解决冲突。想袂到节目一放就网络，斯洛斯伯格却安尼遭到罗俄政府起诉，这个月17，判刑认定伊损害罗俄军方信誉，甲散布罗军的虚假资讯罪名成立，判11年1个月有期徒刑。互旁听的斯洛斯伯格支持者真不满。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абсолютно беззаконный
приговор? Ну, приговор абсолютно варварский, как обычно. Это в суровой России так принято, что за свободу слова, за мысл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типичная русск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斯洛斯伯格伫法庭坚持家己无罪，表示家己是遭到政治审判的受害者。搁一摆呼吁随停止这场战争。同时，伊也提出支持者的鼓励批，也伫判决了后，安大支持者不满的情绪。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表示，斯洛斯伯格的判刑显出政府对于行使言论自由权、甲呼吁和平行为做公然保护。同一日的最高法院针对罗西亚为伊反战政党也无鲁党也用接受外国资金、甲侵犯版权为由，维持一审禁止也无鲁党政党参选资格判决。Решение Верховного суд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0 августа 2026 года оставить без изменения апелляционную жалоб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Родин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я Российская объедин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Яблоко без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ия. 也无鲁党遭到禁止参选，引起民众组织伫法院外口抗议。如果警方也安尼逮捕超过60名支持者，也无鲁党主席利巴科夫表示，会继续向最高法院的主席团提出申诉，无拜托寻求宪法法庭诉讼的方法，争取互政党恢复参选资格。公司新闻单视同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7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宜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